位雞蛋仔頻道嘅觀眾朋友，你哋好，我係雞仔。今晚屯門發生咗一單好轟動、好嚇人嘅事件，相信大家喺社交媒體都已經睇到啲片，聽到啲消息。而家雞仔咧就同大家一齊深入睇下今晚7點幾屯門市廣場屯順街附近究竟發生咗咩事。成件事嘅開端係今晚7點13分。當時屯門市廣場入邊嘅京安之殿堂當期超市廚房突然闖入一名男子，呢位着住白色上衣、把住背囊嘅男人唔係嚟買嘢，而係直接喺廚房拎走咗一把牛肉刀，然後就往商場地面方向走。超市職員見到咁嘅情況，當然即刻報警。拎住刀之後呢名白衣男子呢，就去到商場地面喺屯順街一帶徘徊同揮舞把刀嘅。大家可以想像到，當時商場同街頭仲有好多放工同買緊餸嘅市民，一見到有人攞住把明晃晃嘅牛肉刀，場面即刻亂晒龍。網上流傳嘅片可以見到，大批市民好驚慌咁從商場門口衝出嚟，尖叫聲四起。個個都好驚青咁走避，混亂之中，最不幸嘅事情發生咗，有2名女子懷疑因為走避而失足倒地，而呢個時候持刀男子行近佢哋，並且同2位女事主發生糾纏。有片段顯示，男子當時喺商場門口係近角落位置，懷疑一度挾持住呢2位女子，情況可以話係10萬火急。接到報案之後，警方好快就持盾牌等裝備趕到現場。據了解，警員最初曾經嘗試使用胡椒槍去制服疑犯，但係並唔成功。當時嘅情況有幾危急呢？點新聞嘅報導話，疑犯拒絕合作，同警員對峙，甚至周旋到去屯門市廣場地下出入口近屯梅路一間便利店外邊。關鍵時刻嚟啦！根據多個消息同片段，相信係因為見到疑犯挾持人質，對市民生命安全構成即時同嚴重威脅，在場警員於是連開2槍，槍聲一響，片段入邊嘅白衣男子隨即捂住腹部倒地，有警員繼續高舉手槍戒備，更大聲叫唔好埋嚟。與此同時，其他警員就好迅速咁將之前糾纏住嘅2名女事主拉離開現場，其中一位更加係連滾帶爬咁逃生。中槍嘅男子之後昏迷，由救護車送去屯門醫院搶救，可惜最後證實不治。有消息指疑犯係被擊中胸部同膊頭。事件平定後，警方喺現場拉起封鎖線調查。地上遺留咗一大灘血跡同紗布等包紮用品，而涉事嘅當期超市亦被警員封鎖。件事講到呢度啦，雞仔有幾點想同大家一齊思考下。首先呢，今次事件再一次暴露咗公共場所安全嘅潛在風險。疑犯係可以直闖超市廚房攞到利器，呢點商場同店鋪係咪應該要檢討下後勤通道嘅保安管理呢？平時我哋覺得好安全、好熱鬧嘅商場，原來都可以一瞬間變成危險場所。第二，警方開槍嘅決定必然會成為社會討論嘅焦點。從已知信息睇，警員到場後有用較低武力級別嘅胡椒槍嘗試在先。開槍嘅一刻係面對住疑犯挾持人質呢個極端危險嘅狀況。香港警隊對使用槍械有嚴格指引，一般而言都係要保護自己或者他人免受生命威脅先至會用到。今次事件中警員嘅判斷同行動好快就會由相關部門進行詳細調查同檢視㗎喇。雞仔覺得我哋一方面要關注執法過程中武力使用嘅必要性同比例，另一方面都要明白前線警員喺電光火石之間面對一個持刀兼可能挾緊人嘅疑犯，佢哋要作出判斷嘅壓力有幾大。第三，對於目擊甚至捲入事件嘅市民，特別係嗰2位女事主，心理上嘅衝擊肯定好大。喺鬧市中經歷咁驚險嘅場面，可能會留有陰影。雞仔希望有關方面會為有需要嘅人士提供心理支援服務。最後呢，雞仔都要提提大家，
而家網上流傳好多現場片段，畫面可能比較震撼啲嘅。我哋關心事件之餘，亦要小心處理呢啲資訊，避免對受害者同佢哋嘅家屬造成二次傷害。今晚屯門市廣場嘅槍聲，相信會喺好多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一單事件奪去一條性命，亦令到社區安全、執法尺度呢啲永恆嘅議題再次擺喺我哋面前。我哋都希望香港係一個安全嘅城市，而要達到呢個目標，需要嘅唔單止係警隊嘅努力，亦需要社會各界一齊去思考、去建設。好啦，今次雞仔同大家分析住咁多先，事件嘅更多細節，例如疑犯嘅背景、確實嘅事發經過，就要等警方進一步公佈。記得訂閱雞蛋仔頻道，撳個鐘仔，我哋下次再傾過，保重。